即马国内疫情有较稳定，民众出去耍的意愿也增加。新德县今日邀请到台湾观光协会甲专家做伙开会，希望收集大家意见，讨论要安怎请游客来新德佚佗，发展观光产业。峨眉美丽风景、真少的原住民文化，拢是真出名的特色景点。随疫情转好，最近大家较愿意出门佚佗。不过，要怎省观光客？新德县找专家学者、甲在地饭店业者，大家做伙来讨论，加强行销，让游客来这边住民宿沉淀下来，慢活慢游，享受客庄文化的深度内涵。这个就是要加强行销的部分。讲这几年新德县在交通建设、甲观光资源的推广，拢有未少的进步。即马上需要是让旅客愿意留在新德待一暝，来促进观光发展。山林的步道的部分的游程的部分，我们列为重点的发展的方向，结合了我们山林的步道以及山林所行经的一个景点的一个时速游构型，把整个游程的活动来做一个推出，也是我们一个推出的一个重要的亮点。新德县有丰富的大自然环境资源，县府希望透过讨论，收集专家意见，让观光旅游有更加丰富的发展。记者杜君和新德报道。